大家好，我係香港順勢療法醫學會會長杜嘉倫爵士。今年3月15號咧，香港順勢療法醫學會將會喺灣仔新醫館舉辦傳統與補充醫學國際標準化聯盟順勢療法醫學國際研討會。呢一次嘅研討會咧，係會由香港順勢療法醫學會主辦。而我哋咧就邀請咗全球頂尖嘅嘉賓，分享順勢療法喺不同醫療領域入邊嘅動態，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而家咧就請大家睇一睇預告先啦。今年3月15號，我哋將喺灣仔新醫館舉辦傳統與補充醫學國際標準化聯盟順勢療法醫學國際研討會。我哋邀請咗全球頂尖嘉賓，分享順勢療法喺唔同醫療領域中嘅動態，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全球視野、順勢療法在世界整合醫療中的實踐與價值、溫柔的抗癌力量、意大利整合腫瘤學中嘅順勢療法、ICU 的綜合療法、奧地利 ICU 嘅順勢療法應用、英國的慈善醫療、皇室贊助嘅順勢療法診所網絡、明亮新世界、順勢療法喺眼科中嘅整合應用、巔峰健兒的夥伴、廣東運動醫學與順勢療法、守護第二次生命、順勢療法喺廣東器官移植護理中嘅角色、科學的奧秘、探索超高稀釋療法嘅醫學證據。講座日期為2026年3月15日晚上7點半，門票分為220、280同380，座位有限，欲購從速，約定你啦，到時見。我現在咧就誠邀你當晚親身出席，感受一下順勢療法帶俾你嘅現在與未來。